82-183。鼓勵大家咧，即係如果有啲咩需要咧，要去開聲同即係你可能信任嘅人啊，或者社署去講下，去表達下你哋自己意見啦。團聚好玩同樂日，社會福利署為期3年嘅齊撐照顧者行動全港性宣傳活動已經踏入咗第2年。喺今年，我哋以撐得起因有你做主題，鼓勵社會各界繼續支持同埋關懷照顧者，並且發放同埋照顧者同行嘅訊息。今日團聚好玩同樂日，正正係希望照顧者同埋被照顧者一齊參與一啲有益身心嘅康樂活動，促進家庭成員之間嘅優質相處，並且推廣健康正面嘅生活方式，為區入邊嘅照顧者帶嚟希望同埋正能量。屯門區裏邊有好多熱心同埋有能力嘅商家、善長同埋專業人士，佢哋秉持專業精神同埋關懷社區嘅理念，透過緊密合作，用行動表達咗對社區嘅關懷，積極回應咗居民嘅需求。同時，我亦都呼籲大家咧多啲關心身邊嘅長者、殘疾人士同埋照顧者。有需要嘅時候咧，記得致電我哋182-183嘅照顧者專門專線嘅齊撐照顧者。當你處理唔到，一定要去揾你身邊嘅朋友去幫手，或者親人去抒發你嘅壓力。每一個嘅照顧者咧，可能行過嚟嘅路咧都唔容易嘅。咁但係我相信咧，其實你哋身邊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支援係可以幫到你哋嘅。咁好似我哋劍擊運動員咁啦，我哋要戴住個面罩比賽噶嘛。咁有時咧自己打得唔順暢嘅時候咧，都會除低個面罩唞唞氣。